Google 相簿呢 ？Google 相簿里面看到的图片方向反了，要把它调正。哎，真的呢，可以调正呢。啊，真的可以调正呢，是按这个裁剪哦，按裁剪呢。哇，好哎。那共享是怎么用？哦，共享就可以传到资料夹嘛，传到哪里去？可以存在那个，看可以存在记忆卡里面呢。存好了嘞。不是说哪能清如洗，是何能清如洗啊？会有源头活水来，源头活水来。你看啊，舌头抵上去，舌头卷上来，抵上颚，久了就会生口水。这个津液啊，这个就叫是活了，活这个字啊，你看。